加拿大政府想越權徵收 PTT， 連上訴庭都判佢錯。你一定有聽過好多專業人士同你講，如果你刻意做一啲減稅嘅安排，政府或者 CRA 都會當你係犯法。作為律師，我可以話你知，其實非法避稅同合法嘅稅務策劃，往往只係一線之差。我會喺呢一集同大家拆解下兩個新鮮滾熱辣2024年上訴庭對 PTT 呢條法例嘅演繹。當中，納稅人成功擊退財政部喺物業轉讓嘅時候合法規劃 PTT。歡迎翻到嚟 Centrality Law 公道人生 Channel， 我係 Edgar。呢度係 Estate Planning Season 1嘅第2集。我喺呢集會講下乜嘢叫做物業轉讓稅 （Property Transfer Tax）， 即係 PTT 啦。會講下幾時交，要交幾多，同埋有啲乜嘢你一定要知嘅法定免稅。亦都會剖析下點解轉名唔一定要交 PTT， 唔轉名咧，亦都唔一定唔使交。呢個聽落去有啲似矛盾，但係其實裏邊隱藏咗好多連專業人士都未必知道嘅稅務陷阱。我亦都會解述下 Peak Hill Capital 呢個 case， 講下政府點樣過度演繹 PTT 呢條法例，納稅人爭啲要枉交 PTT。如果未睇第一集，記住要睇翻，因為嗰度咧先係所有計劃嘅地基。我諗大家都知道啦，當買賣物業嘅時候咧，買家係需要大約俾2% 嘅 PTT。如果大家想知道 PTT 同其他稅法嘅關係咧，可以睇翻我另一條片。你哋一定聽過加拿大係冇遺產稅嘅，但係其實舊酒新瓶 PTT 咧就係一個隱形嘅遺產稅。當前人走咗，後人承繼佢嘅物業嘅時候，除非係長命契啦，或者符合某啲法定免稅嘅條件，否則都係要交 PTT 嘅。對於華人嚟講，最常用嘅法定免稅咧就係 Tax Exemption Code 40。要用呢個法定稅務豁免咧，一定要符合2個條件。第一，相關嘅物業咧一定係自住物業。第二咧，承繼人一定要係法定嘅有關人士，包括子女、爹哋媽咪同配偶。換句話講，如果相關物業係出租或者投資物業，或者承繼人係兄弟姊妹或者親戚朋友嘅話咧，喺承繼嘅時候都係要俾呢個2% 嘅 PTT。所以點解唔轉名，亦都唔一定最後唔使交呢個稅？咁點解轉名又唔一定要交稅呢？喺華人家庭嚟講，最常用嘅 tax exemption 就係 Code 5，同 Code 40有啲相似啦。當家長將自住嘅物業加名或者轉名俾自己仔女嘅時候咧，通常都係唔使俾 PTT 嘅。要留意啦，雖然聯名長命契咧係可以慳翻 PTT 呢個稅項嘅，但係咧亦都會產生一啲唔同嘅法律風險。我會喺第7、第8集詳盡解釋。咁如果將個成交價減低，又係咪可以交少啲 PTT 呢？喺1184369呢個 case， 雖然 BC 省最高法院曾經賦予市民一個較 flexible 嘅物業估價辦法，但係政府上訴。而喺2024年，上訴庭裁定，除非市民有一個強烈及穩妥嘅原因，否則政府嘅估價，例如 BC Assessment 啦，就係釐定 PTT 嘅基礎。所以如果刻意去撳低個成交價去減低 PTT 咧，係行唔通嘅。咁政府係咪點收 PTT 都得嘅咧？喺 Peck Hill Capital 呢個 case 就正正帶出咗一個重要嘅問題。案入面，當事人將某啲物業放喺公司名下，當公司轉權嘅時候咧，新嘅持股人亦都因為咁樣間接擁有嗰個物業嘅權利。而呢個做法咧，同唔少香港人一樣，用公司去持有物業，去策劃離引嘅安排。而當時省政府非常強硬，雖然咁樣表面上係股權嘅轉讓啦，
但係實質嘅效果咧，同轉讓物業冇分別，話一定要立 PTT。但係 BC 省最高法院唔同意，判政府敗訴，認為根本上就冇 transfer， 所以 Property Transfer Tax 呢條法例咧係根本上不適用嘅。同頭先嗰個 case 一樣啦，政府不服上訴，喺2024年上訴到去上訴庭，但係今次唔同啦，上訴庭維持原判，判納稅人勝訴，仲要叫政府代交某部分嗰個納稅人嘅訟費添。而呢個 case 帶出兩個重要嘅信息：第一，用公司去持有物業咧，一般而言都係一個有效嘅稅務策劃。第二就係政府對稅法嘅演繹咧，唔一定係啱。納稅人係有權向法院提出挑戰去保護自己。正如一開始咁講啦，其實 PTT 咧係一個隱形嘅遺產稅，但係大家唔使驚，只要你識得用一啲法定嘅免稅啦，或者用一啲合法嘅方式去安排 PTT 或者其他稅項，咁就可以將資產或者遺產留到最多俾自己啦、仔女啦或者後人，而唔需要交多餘嘅冤枉稅。呢集係咁多，如果未睇第一集咧，記住要睇返啦，因為嗰度先係所有策劃嘅地基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嘅法律常識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喺樓下留言講下你對 PTT 或者嗰兩個 case 嘅睇法。下一集 Season 1第3集，我會講下一個最接近遺產稅嘅稅，叫 probate fee， 即係認證費啦。我會剖析點解政府要收呢 1.4% 嘅稅咧，同埋有啲咩嘅合法慳稅巧妙。下集見，拜。